来消息哦，来看高雄最近有民众坐轻铁受伤，却无法度申请理赔，冇提出申诉。民意代表是建议高雄责运保险的范围应该嘛爱包括月台，也是车厢内底的事故来保障乘客权益。也毋过，高捷公司是表示讲，目前咱全台湾的责运保险的内容哦，拢差无偌济。也毋过，针对议员的建议，因会来讨论。 手骨顶杠钉仔，空喙天起来混食，真惊人。60外岁的郑先生，前年底甲牵手伫公营码头站坐高雄轻铁，上车了后，却因为要换位无顺利跋倒。椅子的下面是刚好有一个那个叠角，伊也较无坐，伊就是要坐后边，可能是太空单摔伫那个走道。 郑先生肩胛头和手指头的骨头拢断去，也毋过因为毋是设备滴数受伤，高捷公司保险无通赔，互因感觉无合理。如果是在轻轨上跌倒的话，交通工具本身应该有一些责任吧。有民众感觉应该要赔，民代嘛表示，这半年来接到2件坐轻铁跋倒的真情，拢无保险通赔。意外险都只有建立在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机械受损。 造成的损伤，那另外一个就是天然的灾害才会理赔乘客完全都是建立他自己的立场。民代认为，乘客伫月台顶也是车厢内，毋是超工造成的受伤事故，高捷保险拢应该会当赔。高捷表示，过来各轨道运输业者的保险赔偿范围拢敢若限制，是因为轨道系统也是场合所造成的意外，如归责于捷运或轻轨之系统及场域问题，例如地板湿滑或设备故障等引致旅客受伤。 均可依保险规范内容提供理赔。高捷表示，扩大投保范围需要个建议，嘛提起轻铁虽然时速袂超过50，毋过去行的时嘛是爱甲扶手还好调，嘛要注意椅仔、车厢和月台空徛等状况，避免受伤。记者综合报道。